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，李成钢在世之时，剑神的名号就一直是他的。即便是跌进了20年，在东海五帝城一声剑雷，再度让大家看到了昔日老剑神的风采。而在李成钢去世之后，新剑神的名号便给了邓太阿，邓太阿也就成为了桃花剑神。雪中江湖中用剑之人何其多，你知道为何邓太阿是继承李成钢剑神之名的人吗？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邓太阿成为新一代剑神的原因。要说在雪中江湖里，剑道天赋最出色的一人，那必然是李成钢无疑了。因为李成钢是不凭借任何的前世因果，以一人之力将剑道练到了极致，成为了凡人中巅峰的存在。但是在剑道上有所成就的，却并不只有邓太阿一人。其中持剑老祖随邪谷跟李成钢是同一时代的人，虽然是喜欢持剑而练就的一身剑气，但同样走的是剑道的路子，并且随邪谷的2位徒弟都很有名，一个是剑九皇，另外一个就是西蜀剑皇了。在李成钢跌境的时候，跟他对战互换一臂。还有就是武当山有剑痴名号的王小平了，在大莲花峰误剑16年的时间，最后还用尽了全力一剑破去了王仙芝的金刚不坏，剑道天赋同样很出色。而作为先天剑劈的江泥，更是被李成钢看中的弟子，一直求着江泥学剑。江泥即使是学会了御剑之术，却也成为了一个女剑神的存在。这些剑道中的天才，其实他们当初并不逊色于桃花剑神邓太阿，那为何剑神的称号却给了邓太阿呢？其实这不仅跟邓太阿的实力有关，更重要的是他跟老剑神李成钢有一次新旧的交替，那就是在邓太阿前往北莽对战拓跋菩萨的时候了。邓太阿作为吴家剑种的私生子，6岁的时候被带回了剑山练武，而当时的邓太阿就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剑道，在剑种中获得了神兵太阿剑的认可。不过因为小时候受尽了苦难，所以对于吴家剑种有着不小的怨气。离开剑种的时候，拒绝带走任何的东西，包括那把神兵太阿剑，只拿着一根桃花枝当做了兵器。因为当时的天下很少有值得邓太阿出手的对手，而最后还是太阿剑悲鸣许久，让吴家剑种的老祖将其送出来给了邓太阿。但在邓太阿去北莽对战拓跋菩萨的时候，太阿剑并没有被拿到手，并且当时他的12飞剑也送给了徐凤年，所以邓太阿对战拓跋菩萨之时，也是拿着自己的桃花枝。而此时的李成钢即将身死，在绿袍儿的墓前拔出了那柄他曾使用过的剑，将其一把扔向了天际，万里借剑给了邓太阿。也是因为这一次借剑，让邓太阿当时战平了拓跋菩萨。如果没有李成钢的这一剑，恐怕邓太阿只能在当时惜败而归。在借剑的时候，李成钢是给天下剑道开山，让后世那些练剑之人能够有更高的天赋。不过也是李成钢给邓太阿的一个传承，将剑神的名号传给了邓太阿。而邓太阿这一次后，在敦煌城对战洛阳后出海访仙，归来后剑指南海，开始修心。当时邓太阿在剑道上已经达到了巅峰，修心可以让他的境界更上一层，也算是完成了李成钢给他的传承。而最为重要的，其实还是邓太阿的实力。作为新武平的4大宗师，邓太阿最后的实力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最强之一，剑道之上更是无人能及的存在。在邓太阿的剑道之上，老剑神李成钢并不能算是一个障碍，反而称得上是邓太阿的引路人。在李成钢临死前一剑开山后，邓太阿的剑道之路就没有了任何的阻碍。在最后一战中，他手持太阿剑，一剑就斩断了镇压徐凤年的天道光柱，然后一人一剑立在了天门之外，防止天上仙人来到人间，更是将81位走出天门的仙人击落。虽然仙人在出了天门后实力会被打压到凡人巅峰的水准，但邓太阿足足击败了81位。这种战绩，恐怕无论是随邪谷还是王小平，又或者是先天剑劈的江泥，都是做不到的。此时的邓太阿其实实力应该是跟王仙芝差不太多，甚至可以说是比王仙芝更胜一些呀。而随邪谷虽然在最后一战里结出了2座巨大的剑阵来对敌，但是这2座剑阵让随邪谷吐尽了他100年积攒的剑气，最后力竭而亡。而王小平则是更早的时候对战王仙芝，临死前用出了自己最强的一剑，但无论是剑阵还是这最强一剑，都是无法做到直接击杀81位仙人。所以相比较之下，邓太阿的这个战绩在剑道领域当中是无人能及的。如果江泥能够好好练剑，将李成钢的那些剑术全部都学会，可能实力会跟邓太阿相差不多。只是江泥本就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浪费了先天剑劈这个体质，所以新剑神的名号只能给邓太阿呀。李成钢之后，除了邓太阿，能够继续引领天下剑道的也找不出第2个人了。虽然吕祖被誉为人间最强，但他就是一个大恋爱脑啊，心中只有红衣，没有别的其他东西了，只能让邓太阿来继承这件大事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